利潤嘅分攤方式點樣影響製造商嘅策略？對於製造商嚟講，利潤分攤唔單止係稅務規劃嘅核心，更係影響市場策略同競爭力嘅關鍵因素。透過合理嘅利潤分攤策略，你唔單止能有效降低高稅區嘅稅務負擔，仲能優化成本結構，實現資源嘅最佳配置，讓企業喺國際市場中更具優勢。喺進行定價決策時，你需要仔細考量銷售同生產嘅地點。根據案例，公司喺香港製造嘅貨物應全額課稅，而喺海外嘅市場活動則可能唔受限制。例如果你喺香港以外嘅地區獲得咗大部分嘅利潤，都可能唔需要將呢部分利潤喺香港課稅，從而優化生產流程並提升競爭力。合理嘅分攤策略唔單止能提升你嘅競爭力，仲能確保企業符合稅務要求，從而避免不必要嘅風險同支出。透過精心規劃，你能喺複雜嘅市場環境中揾到最佳嘅經營方案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